响吼，头拄仔你差一点仔风口，甲你吹走的吼。感谢主，你即马平安来到伫礼拜堂。咱先要来锻炼今早起咱的圣诗256首。主爱的爸所疼的主，咱先甲歌词来读一摆。主爱的爸所疼的主，求赦阮得罪你，搁赏赐阮生神正义，互阮用圣洁服侍你，生存敬虔吟诗。这首圣诗总共有5节，咱先来试看卖啊。第1节配合这个旋律，咱会当较熟悉。156首，这首圣诗伫咱吟这个书会带咱来祈祷，吟主听阮祈祷了后，阮会用这首圣诗。所以咱祈祷了就备班起来，而且来吟诗，学乐这位赦罪的上帝。过来，咱来看今仔日的回应诗，这是一首赞美之泉的诗歌因为即届咱回应诗是用华语，所以先伫遮来锻炼沙漠中的赞美神关起一道门，一扇门，他必开一条新路。咱来试看卖，来唱看卖啊！神关起一扇门。诗歌它有2段的歌词第1段是刚刚我们唱的第1节，第2段他说赏赐的在于你，收取的你必代替所以我们等一下唱的时候会2节都有唱，然后我们会唱一遍副歌，再加上一遍最后尾句我主永远掌权，来做我们的回应诗今天我们第1堂跟第2堂的礼拜回应诗都是这首沙漠中的赞美，请咱备办心来准备今早起的礼拜。宣章。看，耶和华咱的上帝显明伊的阳光，甲伊的指大，互阮看。阮阁听见伊的声音对火中出。今仔日，阮也知上帝甲人讲话，人妖话我。刘以下日子要大家平安。平安。请咱即时用欢喜的心、敬虔的心，三角来吟诗学乐咱的主。请咱大家起立。咱来吟阮要唱歌学了，咱三角来拍鼓来
欢喜来入去。
心是土地，爱种了你的话，若是温存栽培，就要结实多多。我的心是土地，嘛是咧讲咱的心拢是土地。咱来念这首。你是堪得阮敬拜而来的天父上帝。哦主，阮要来唱歌而来你，阮要来而来你奇妙的听，阮要来而来你奇妙的作为。听阮的天父上帝，你的话大有能力，大有权威。主，你用你的话创造宇宙万物，万物拢是你所创造的。阮嘛是照着你的形象来做的，是你美好的创造。阮拢正做一个人，阮毋是孤单一个人。主，我要感谢你，永永远远无改变的疼，感谢你拢甲阮同在。主啊，阮的心是土地，爱见到你的话。主，你有讲，人活地毋是简单，我靠食米，是要我靠主的嘴所出一切的话。主，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阮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单单来敬拜你，学了你。恳求圣神大大来充满阮，平安喜乐来充满阮，互阮会当结出好的果子来荣光主你的圣尊名。阮伫落雨天的是安尼祈祷，恳求听阮祈祷，感谢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阿门。来，搁一摆将荣光尊贵安那是互咱的天父上帝，感谢主，阿拉主。
兄姐，咱做伙来启用启文第3篇诗篇第2篇，伫咱的圣诗后壁面1001页，1001页，请现着的对我做伙来，我来启，请兄姐做伙来译。列国是安怎做声势？地上的君王伫排阵，统治者斗阵计谋。因讲，咱来讲嘴压制咱的胆。上主就坐伫天顶伫笑，伊受气甲因警告。坐声，讲伫我的圣山锡安，我已经设立所应选的做王。君王讲，我要宣告上主的圣旨。对我求，我要将列国互你做领土。你要用王的铁管甲因讲喙。请君王啊，着谨慎，着用敬畏服侍上主。下面以起圣地，互恁伫路中灭亡。这声，上主做遐来所的人真有福气。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父上帝，你是大权能、荣耀的君王。你赦免阮一切罪过，替阮担起所有的重担。阮要谦卑拍拜伫你的脚下，感谢俄罗主，昨是父亲节，你赐予阮第二的老爸，互伊照顾阮、听养阮、替阮担所有的丰富。求你赐予阮的爸，辛辛苦苦的老爸，身体会当勇健，事业会当亨通。对主你的信心也哪来哪坚固，就亲像你疼阮共款。你也要做伊的石盘，做伊的瓦壳，赐予伊平安喜乐。阮满心感谢主，主啊，你时刻甲阮同在，阮要仰望你，信靠你。你是阮上大的阿爸爸，阮一切拢是对你来的，阮也要献上予你。回应你的疼，感谢主，求主顾守阮罗州教会，互阮众兄弟姊妹大家团结，彼此相疼，用受教疼主的心，共心服侍，温群做工。阮的教会成做一个有疼心，会当传福音、守望世界和平的教会。虽望阮的心神有限，气力不足。求主你赐阮教业的气力，我靠主时刻笑念主的恩典，传扬主的疼甲福音。感谢主，你赐予阮信心甲力量，借着祈祷，阮若将教会兄弟当中，因无论是家庭、工作、学业，还是因的囝儿逝世，拢有济济烦恼，阮拢将伊交托伫主。阮定会无拄着，阮定会拄着艰苦，毋过有你随时伫保护，阮心内有平安。求你保守阮的兄弟，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病痛拢会当得到医治，困难会当得到帮助，心灵会当得到安慰，充满你的喜乐。伫基督耶稣内底，阮会当成做共一家人。
礼拜当中，求你的圣灵降临，借着牧师的讲道，开启阮的心灵。你的圣灵充满阮，坚固阮的信心来归于你。祝福服侍兄姐，若服侍若甘甜。祝福遐受甜半无法度来教会兄姐。愿你的大权能运行伫阮当中，无所不在。感谢主，愿安尼诚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圣诗156首，主爱的爸所听的主，请起立吟全首。移动信息。咱对这个儿童主日学主日了后，拢有一段时间，就是咱的小朋友会当甲咱来做伙敬拜上帝。同时，咱也用主日学的这个教材，含因做伙来分享。这个分享就是帮助咱在座若是有因的爸爸妈妈，也同时咱有幼儿细囝，伊有机会来到主日学的，会当透过安尼
来学习，来知影讲信用不是只有成年人上来做主日礼拜，还有包括我们的小朋友。小朋友平安。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这个，等一下你们回去，老师也会跟你们说这个彼得面对亚拿尼亚跟撒非拉的故事。小朋友说谎好不好？不好。那请问，如果今天你跟你的朋友、跟同学约好说，我们几点几分要在哪里集合，要在哪里碰面？结果你一去他去哪里了？然后你打给他，他说对不起啦，我跟你说了个谎我没有要去那边。哇，你会不会很生气？会嘛，对不对？在经文里面也是这样哦。彼得听到亚拿尼亚他们这对夫妇说，你们要将你们的土地田产卖了钱，要全部献给神。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献了就这么多钱那我们拿一点奉献就好了，拿一点献给神就好了，那个剩下的我们自己还要用可是彼得跟他说不行你们已经跟上帝约定好是要全部凡物公用了结果他们就拿一点点出来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田产的那个金额来献给这个上帝，这样骗上帝对吗？不对。好，所以小朋友我们要学习这件事情，欺骗是不好的。那今天在我们的周报里面回去你也可以看到这个绘本的小故事，叫做和大象一样重的谎言。希望你回去可以跟爸爸妈妈也分享这个故事，然后也一起来学习。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要诚实面对上帝，也要诚实面对我们自己，好不好？好，我们同心来祷告。谢谢天父带领我们今天有一段信仰学习的时间，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小朋友，特别是在这个台风天，他们愿意在爸爸妈妈的带领陪伴下来到教会，他们能够一起来学习关于使徒行传，我们不要欺骗上帝的信仰真理。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心灵和诚实上学习敬拜神，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到上帝面前，是用诚实的心，是用坦然无惧的心来面对我们自己，面对我们的上帝。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咱普阿声给小朋友鼓励，感谢大家，谢谢。好，可以回到我们分班教室，谢谢。请起立，咱来读上帝10条诫。请第一诫。第二诫，唔通为着家己偶像。第三诫。第四诫。第五诫。第六诫。第七诫。第八诫。第九诫。第10诫。带着圣歌对白献诗所献的诗，落雨天祈祷。
咱做伙来共读圣经。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列王记上卷19章第9节到18节。圣经伫汉语本，台语汉语本，伫旧约388到389页。现着，请坐来听，我来念。列王记上19章第9节到18节。伊到遐入一个洞，就踮迄内看耶和华的话临到伊，甲伊讲：以利亚，你伫遮创啥物？伊应讲：我为着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大热心，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毁坏你遐的坛，用刀杀你遐的先知，只有剩我一人。
因要孝想我的性命要处伊，讲：你出来徛伫山里，伫耶和华的面前，看耶和华经过，有大佮透的风，发伫遮个山，拍碎遮个石，伫耶和华的面前，总是耶和华无伫风的内面，风了后有地动，耶和华也无伫地动的中间。地动了后有火，耶和华也无伫火中。火了后有细佮轻的声。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衫搭面出去徛伫洞口，看有声临到伊讲：以利亚啊，你伫遮创啥物？伊讲：我为着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大热心，因为以色列人去杀你的约，毁坏你遐的坛，用刀杀你遐的先知，只有剩我一人。因要孝想我的性命，要处伊。耶和华甲伊讲：去啊，你倒去，到大马色的旷野，已经到，就着用油抹哈设做亚兰王，佮抹灵实的孙耶和做以色列王，佮抹阿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囝以利沙做先知煞接你。后来脱离哈设的倒下，耶和要杀伊；脱离耶和的倒下，以利沙要杀伊。总是我伫以色列中留7000人，伊的骹头有微目贵巴力，伊的喙微目真伊。以上。讲道今仔日牧师的讲道题目是“只剩我一个人”。兄弟姊妹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主比听阮的爸上帝，阮感谢你，因为无论好天落雨，你拢是阮的上帝。你保守阮的脚步平安来到伫主你的圣会。参甲主即个时，阮献上感谢，因为无靠阮家己的气力，天色的变化无在伫阮的掌握，总是阮会当得到平安，会当顺时来到伫遮，阮献上感谢。阮检菜阁有侪兄弟伫厝诶无法度来出入，伫即个落雨天，伫即个风台要求造成影响诶时。阮恳求上帝，你保守因伫厝诶收看直播，也是无袂记得今仔日是主所设立诶安息日。亲爱的天父，即时阮已经掀开上帝你诶话，主你诶话一个掀开，就发出亮光，互戆人通达。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讲诶甲听诶平平得到祝福。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诶名，阿门。伫侪信仰人物诶中间，看起来是上帝竞选的一个特质，这个背后其实拢带着每一个受竞选信仰人物因有罪性，上时也因为安尼来坠落。咱看到拿阿伊随梦做大船，保护伊全家甲万米的安全，遮个动物拢会当伫大船内底避免这个大水。但是一个落船了后，伊做失人，煞啉酒醉伫咧葡萄园的内底，摩西伊摕着上帝，互伊受欺骗迄支拐，然后甲法老的面前咧宣告讲10个灾害，甚至伫红海伫遐，佫会当对红海中间开一条路，互法老的马车拢陷伫淹满伫迄个海水的内底。其实咱看到。摩西伊共即支拐，共款上帝互伊的气力，伊捌用即支拐讲破迄个石盘来出水，但是因为安尼也来得罪上帝。
这就是当家己迄个面对着安尼的紧急，当面对着安尼要处理代志无倚靠上帝的时阵，上帝最后对伊的结局就是无互伊进入到伫约旦河对岸迄个应允老年甲密的所在。今日圣经在咱讲以利亚，咱看到伊当时的时代是拜偶像非常败坏以色列人的中间，毋但是对亚哈来宣布讲，伊若无祈祷，天就无降雨，甲今日就完全无共款吼。照着上帝的话，以利亚伊真勇敢面对巴力甲亚舍拉的先知。19章的圣经节，伊带着上帝竞选伊，然后要将这个竞选煞接，将伊的外衫传承予以利沙，家己坐着上帝火车火马去到伫天顶。这个信仰人物有真坚定、真勇敢，徛在伫信仰。但是咱看到圣经节，今仔日咱伫即段的圣经节的记载，却是以利亚伊伫信仰内底是极其软正、极其软弱的一段记载。首先，咱来了解讲上帝是毋是因为以利亚足勇敢的？以利亚伊伫伊的个性顶面有啥物优点，所以才来竞选伊呢？咱看18章的记载，看到上帝带伊来到伫亚哈王，而且伫迄个伊咧求雨水的时阵，伊捌伫亚哈王的面前咒詛讲，若是伊无祈祷，天就无降雨。即种的预言就是到伫落尾，上帝来解讲，伊要降落雨水啊，久旱逢甘霖啊。所以即个事实伫要发生的时阵，以利亚伊无因为讲亚哈王可能咧敲找伊，可能咧做即个通缉伊吼，所以亚哈王即个以利亚伊就无延误啦，伊就无延误，伊就随时起身来去找亚哈王，甲伊讲迄个当时，伊讲伊若无祈祷，天就无降雨。即马伊要兑现承诺，伊就讲即马我要来祈祷，祈祷要互雨水降落伫即个饥荒大扫的土地。但是即个重点在伫讲上帝的恩典亲像雨要降临伫土地，同时也要互遐个拜偶像遐个迫害拜上帝的祭坛，遐个属伫偶像的遮个先知，因也要伫亚哈王即个伊做耶和华上帝掠做歹的事的即个国王，甲遮个拜偶像的先知，以利亚要借着即个机会，互因得到教示。所以以利亚伊就特别去邀请遐个拜巴力甲拜亚舍拉的先知，咱来计算一下。拜巴力的总共400位，450位。拜亚舍拉，也就是王后亚舍别，伊所供应的嘛总共400位，所以总共得要1000位，才会拜偶像的才会先知。因咧拜的是两个无共尊的啦，无共神的吼。当时因要用安尼来对抗独一真的上帝，所以亚舍拉甲巴力因所派出来迄个阵容吼，完全无共款。巴力遮吼真锐进出啦吼，拜巴力的先知吼，全部吼拢徛出来，而且咧求雨水的时阵安那声嘶力竭吼，佫用迄个咱捌看迄个，你捌看倒头甲动机无？就是安尼安尼火安尼，家己身躯伤害甲迄个拢18禁的迄个画面吼，就是火流滴啊安尼吼。但是安那，迄个因佫较安怎祈祷？以利亚煞甲因踢笑讲，奇怪，天顶啊好天啊，拢无降雨水，恁的神敢是去困啊吼？但是以利亚伫即个方面，咱看到就是知影讲巴力毋是真的神啊，真的神的面前的祈祷随时雨水就降落。以利亚知影对方是假的啊，所以伊就安那
每一项事拢为着对方足有迄个占便宜来考虑，为了对方的优势考虑吼。第一，伊选的所在是咧加密山吼，这是咧神明咧献祭的所在。啥怎伊利亚阿哈王遮的拜偶像的先知咧挑战咧求雨水，毋是去到伫好烈山，是去到伫加密山。这是第一个让步，互遮的拜偶像的先知。第二项，伊讲将遮的牛会当切开来献祭，迄个过程的时阵，以利亚讲安那，来，恁先选即两只牛，恁要选较臃肿的、较有肉的吼，献祭上帝，献祭互恁的神安那，伊较会欢喜感觉。好，恁选迄只较肥、较好食的吼，恁来选。啊，共款拢烧到伫天顶，互因的神。凡是因为即个祭物真丰富吼，因的神会安那？哇！我本地无要降雨水，看到这遮好食的物吼，啊无我来降一滴好啊，来滴一滴雨水落去好啊。本地伊讲，啊无凡是恁的神会安尼想啊，好啦，恁先紧选啦，这个优先权嘛让互因啦，互因占尽便宜啊。以利亚是安尼想。第三项，这个以利亚佫交代啥物？迄个献祭迄个茶有无？献祭迄个茶，大家拢是想讲啊，这个茶若是火爱点倒，拢爱安那打扫对无？毋好讲安尼淡淡。结果以利亚竟然讲安那泼一盖水，佫第二盖，佫第三盖，啊，全部的茶，全部要用来烧的迄个茶安怎，拢是水甲嵌满的。迄个圣经才记载讲，迄边仔的沟仔拢是水，所以这是啥物？咱知影，即个消防队救火，甲水泼过，这是啥物意思？隔绝易燃的燃料，隔绝燃烧的火源安尼。所以你若茶已经泼水啊，甲佫点会起来，无可能啊！就是安尼，遮尔啊无可能啊！以利亚用逐种的互因占便宜，你看茶也袂点倒啊，佫是恁拜偶像的山啦，佫迄个祭物也是恁先选啦，安尼恁佫请袂着恁的神，我请我的上帝，请看卖啊！一个祈祷一个出声，随时天就降火落来，迄个祭坛无论是大的还是淡的，随时点倒起来。所以因为安尼，即个现象带来诚大的撼动，比迄个地动地咧摇、风咧吹，搁较大的即个震撼吼。所以，互遮个巴力的先知讲，哈，戆影讲，你的神哪会遮灵遮正吼？但是因当咧惊吓，当咧戆影的时阵，以利亚随掠条即个时机讲安那，来啊，将因遮个巴力的先知拢总甲围起来，拢总取因的性命，因为拜偶像。伫上帝面前，我们的上帝是忌邪的神，所以遮个拜邪神偶像的，拢总将因的先知拢杀死。即款的信仰的经历，非常一个信心的人物，伊行过的时阵，咱看到真伟大啊！以利亚遮尔啊伟大，伊是伫迄个全国。甲咱台湾相像，可能3%、4%，还佫有人咧教会咧祈祷，但是伊安怎登高一呼，而且做即款神迹奇事的时阵，逐人拢会讲：哇，以利亚，你足好诶！你互阮的信仰安怎，互全国拢知影，阮所拜的是真神上帝。这是足好的事啊，这是足公营的事。但是后来因为关键的一句话，伊煞开始咧绕跑。煞开始咧走路，啥物话？就是伫即个巴力的先知受杀死了后，亚瑟伯即个王后讲安那？讲你若共即个时间吼，若明日共即个时间，我若无互你的性命，亲像遮个你所杀死的巴力的先知的性命共款，愿我的神安那重重的降罚于我。这个圣经在安尼记载的时阵，亚瑟伯敢有可能拄着处罚？无可能。所以意思是啥物？这个袂输咧斩鸡头咧咒蛇啦。你讲
你以利亚哦，若是无死哦，我若是无派兵，无派遮的我的部下去将处理的性命吼，我甘愿我头壳剁起来吼。哦，安尼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咒抓，这像是遮尔严重的一个咒抓，就是意思讲安怎？以利亚，你完蛋了吼！你的性命无可能留到明仔载啊啦。当安尼的时阵，以利亚心内非常的惊吓，伊开始咧走路，开始咧逃避。所以以利亚的逃避的内底，咱看到讲，以利亚伊要逃避到伫倒位咧？咱知影本地伊所行遮的神迹奇事伫加密山，伊开始咧逃走。即个路线开始先往东边，然后搁继续牵线，最后来到伫上帝的圣山何烈山。咱看到本地一个信心的先知，伊讲上帝伫逐所在拢甲我同在。即马伊咧逃避伊的性命，讲哦，上帝可能敢若伫迄个何烈山吼，敢若伫上帝的山。有甲我伫地尔，所以我较紧来撞去何烈山，较紧伫遐寻求庇护啦，庇护所。所以拄着即款的事，当拄着即款的事的时阵，伊也真要紧，真用伊的即个性命，拄着遮个困境，逃走伫旷野行42久，40日来到伫何烈山，追求上帝关键时刻的旨意。亲像当时摩西伫何烈山看见即个小无毁坏的刺皮，伊也找求讲上帝啊，当我面对着遮尔大的迫害、遮尔大的困境的时，耶和华上帝你伫叨落？伊咧找求即项事，因为伊敢若一个人，伊敢若一个人，身躯边的人拢是伊的对敌，身躯边的人拢无信即位真的神上帝。所以对伊来讲，以利亚所面对着的事是非常的，伊的心内底非常的惊吓。即款的惊吓，伊来到伫何烈山，伫山内底有一个山洞。这毋是亲像早前遐个希伯来人来到伫何烈山，因阁有看到摩西伫顶面小无毁坏的刺皮，阁伫山顶来领受10条戒的石棒。伫遐落山的时阵，佫看到金牛角伫遐犯罪，咧遐做伙咧欢喜宴乐。即个情景已经无踮遐，无踮遐。即个情景，即马先知避免对杀，来到伫即个所在。当安尼的时阵，伊看到伊的人生的困境，过去。伊的信心遐尼大，当拄着性命的威胁，伊知影上帝甲伊同在，总是伊感受到真正上帝同在的所在，是伫上帝的圣山，也就是伊知影迄个当初时祖先倚靠上帝的所在，伊要倒转来到遮，看是毋是阁有法度会当重新捡到伊迄个已经放弃的。捡到迄个伊已经无法度接好胆来宣认信仰真理的信心。咱看以利亚是安怎，伊的信仰，伊的对上帝的信心，迄个变化哪会遐尼大？我靠上帝这尔巴力的先知，却对迄个这段顶面，对迄个大家注目咧看，迄个有信心的先知，遮尔要紧的信仰人物，迄个角色，煞来跋倒。然后变做一只，即个业尾流的一只丧家之犬吼，哪会变做安尼？其实即个关键藏伫一句话内底，就是今日咱的讲题，只剩我一人。也以利亚伫巴力的遮个证明先知的面前宣告的时阵，18章22节，上司也讲，只剩我一个先知伫遐对抗。恁遮的巴力的先知450个，所以当安尼咧宣告的即个句型，即句话，其实也像是咧回答后来上帝咧对伊问的即个问题。伊讲：以利亚，你避伫即个山洞咧创啥物？
以利亚阁想起来啊，想起当时伊面对着遐巴力先知，只剩我一人。上帝啊，你所互我面对着的遮个事，我为着万军的上帝大发热心，但是因为以色列人背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倒台你的先知，煞只剩我一个，因阁要治我的性命。以利亚是惊伊失去性命，无毋对，伊也已经看到对上帝的先知，迄个前辈因的骹脚，亲像希伯来书11章37节，用石头钉死，用锯仔锯死，搁受试探，用倒台，染着即个绵羊、山羊的皮，逐世界逃走，受着困毒，受着患难，受着苦害。遮个痛苦的内底，伊知影伊要为着亚哈王，要为着巴力先知，伊坚持家己的信仰的时，伊即个献祭降落火，搁降落大雨水，伊迄个时阵看到遮充满信心，但是因为遮个要杀先知，遮个看袂到稳重的遮个杀手，随时咧辱伊，伊心内底煞袅袅窜。伊讲：我哪会当来面对着遮个杀手，面对着即个王后的命令，是负着遮尔大的怨恨，遮尔大的冤仇，遮尔大的暴力，我透有法度来面对这？因下手，因的即个下手所拄遮个后壁的杀的即个王后亚瑟别，伊是遮尔有气力，我哪有法度面对着遮个？是非无清楚，踮伫迄个时代拜偶像，一尊拜过一尊，无人会伫独一真的上帝面前来敬虔侍奉。以利亚祈祷讲：上帝啊，只剩我一个人，我伫你献祭的迄个祭坛前，敢若剩我一个。遐个巴力的先知，因一人配一配水烂，拢甲我淹死啊！带着即款的惊吓，上帝互伊看到迄个外在环境咧大变化的时，上帝互以利亚经历即寡的景象，耶和华对遐经过，伫伊面前有大风安尼吹，吹甲迄个石拢放去。咱知影，若是石放去，是因为风吹，无亲像即马即个风吼，有时大有时细。迄个大港的风安尼架一个讲飞沙走石，迄个石拢放去，迄是非常危险、非常即个惊吓的一个景象。但是咱咧敲吹，迄个造成迄个景象，造成遐个灾害，迄个大气力伫对去敲吹迄个风。但是迄个敲吹内底，风的内底无看见上帝，然后看到迄个地动，地动的内底，迄个地咧震动。咱知影，即马的即个，即马咱的气象局佫有甲咱判断迄个震央伫对。震度上介大的所在，迄个地极的所在，地下的所在，咱讲浅源甲深层地震吼。但是咧敲吹中间，奇怪，敲吹到伫迄个震央都已经知影伫倒位开始地球咧刷身躯吼，咧摇动啊！哪会阁找无上帝咧？地动了后，阁有火，了后即个火焰的中间。上帝嘛无伫遐，火焰的了后，阁有轻轻啊讲话的声音。这微细的声音，伫以利亚的面前显示这个无共款的变化。上帝，你到底什么意思？造成山崩，造成这个大风，造成这个咱看到咱伫台湾7月、8月这个热带低气压影响到咱的土地。检测咱有面对风台，东部阁有即个焚风吼，所以咱看到真侪气候咧变化，触目惊心啊！耶和华上帝无伫迄中间，就是即个微细的声音，就是伫遮大、遮剧烈的变化，迄个落尾听到即个微细的声音，将遮个剧烈的变化，咱着注目转换看到。原来是因为即个微细的声音造成遮个变化。上要紧的事，咱是看到讲，
哇，拄着遮个灾厄，上帝啊，因咧上帝咧兴起遮个刑罚，互人受苦。其实上帝毋是即个意思。上帝当亚哈王当咧天讲无落雨的时阵，以利亚讲：我若无祈祷，天就无落雨。亚哈王就怪讲：啊，拢是你以利亚无咧祈祷啦。但是以利亚对伊讲啥？这毋是因为我是毋是开喙祈祷，才互上帝雨水落来，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上帝知影你伫伊的面前，亚哈王伫上帝的面前为非善作，这是为着要处罚这个王。当伊愿意悔改的时阵，上帝自然就透过以利亚开喙来求雨水。但是后来咱看到开喙求雨水，上帝又愿看见这个亚哈王无悔改，那安尼是为什么呢？也就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以色列人民已经伫受苦的中间，但是借着以利亚要互因一解关键的手段，要互因悔改，所以真大的现象伫遐来产生。过去咱看到伫希伯来人踮伫即个埃及的时阵，迄个10个灾害，你讲上帝所拣选的人，因踮伫因看到遐个上帝咧降临灾害的时阵，伊伫倒落，共款拢伫迄个灾害的中间。上帝所拣选的百姓，无因为讲啊，上帝透过摩西宣布讲埃及有10个灾害，敢若埃及人伫遐受苦若定，无影。希伯来人做伙伫遐受苦，所以共款咧宣告讲，我若无开喙祈祷，天就无降雨水。共款以色列人拢伫遐面对着即个大树的土地，面对着饥荒，共款拢无水。所以伫遮的处境的内底，是要互咱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会当来知影讲，咱的经历亲像风台，亲像大雨水，亲像地动，生命也的确会拄着迄个咱无论信主无信主，拢会拄着意外，总是拄着即个意外，无论是落风去、土石流，甲福音车呛去，也是讲坐船去探访的时阵，风涌大准，连人带水拢沉到伫水的下骹，这毋是咧咒诅，这是咱咧讲意外会发生。但是咱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创造，当人咧移动、人咧行动的时阵，咱所徛起，咱无论行动坐卧，无一项代志，咱家己会当掌握掉的。咱只有看到亲像以利亚，伊伫遮尔艰苦伫咧追杀的处境内底，伊无去学扫罗王，随身摕出刀剑来结束家己的性命，因为伊知影上帝佫带互伊做任务还未完成。头前虽然困难真侪，伊咧吐大气讲，只剩我一人，上帝啊，你交代我的任务要安怎来执行？总是即句话，咱看伫今日19章的落尾，上帝吩咐讲：我有备办啊，我有备办亚哈，我有备办另外的君王，我有备办以利沙来接续你，而且佫备办7000个伫以色列还未捌甲巴力跪拜的遮个人。上帝有备办，上帝要互伊知影讲。当我安尼咧备办的时阵，毋是你目睭所看到四周围无一个人敬拜上帝，是遐个人我拢准备好啦。上帝备办常常毋是咱目睭所看到的，相时也是互咱知影。咱看到咱的国家，看到当迄个时阵，以色列拄着遮个对倒的遮个路径，亲像亚哈即款的勇士。伊伫列王记下卷第9章的时阵，来完成头拄仔咱所讲，无论是杀死亚哈王，也是伊家己会当起来做耶和华上帝掠做正的事，才会等等的伫列王记下卷第9章，伊完成遮个任务。上帝的公义从来拢无迟到，无一定是咱有限的
眼界会当看会到的，敢若咱这一世人啊，定。敢若咱这一世人，咱要完成上帝伫永远到永远迄个安排，是爱照着咱一代传承一代的信仰，才会当看见的。搁较清楚就是爱知影咱我靠这位对上帝信心的坚定，毋是我靠家己。所以，当咱兴起未来信仰的世代，咱会行行顺顺，互因会当谦卑落来，来到伫上帝设立的教会三角做工的时，求主帮助咱，互咱看到当时以色列会面对着遮个困境，上时还佫有上帝带互因望，咱也照着共现主时，咱即马面对着的，咱也照着安尼画出一个合伫圣经同款的看见甲展望。咱要用这首诗歌，用沙漠中的赞美，来回应神，在困境当中。在我们看似没有帮助的时候，上帝仍然在掌权，上帝仍然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不失去盼望。请咱起立做伙用诗歌回应上帝。神唤起以色列。阮感谢你，因为阮知影对永远到永远，上帝你掌权伫逐个世代。阮人的生命真有限，摩西讲勇壮通到80岁，所夸口不过是劳苦重担。总是阮要懊恼，感谢上帝你的荣光，你的大权能降落伫阮逐人的身上。伫地上，这个空中的无论气象、天气，
也是造成的灾害，阮无法度避免。总是阮知影意外咧发生，咧恢复的时间是上帝你咧捏你，是上帝你咧掌权。主，阮相信你伫阮的生命中永远掌权。是的，主，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主你在这世上永远的权柄、永远的掌权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同心来信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你是在沙漠中开江河、旷野中开道路的神。我们如此的感谢，是主你继续引导我们前面的每一步。献上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奉献，请平凡心来奉献，请这天的当工，来这个。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咱做伙来读金句，伫咱的周报正面下骹有，咱家己读2遍，啥？地动了后有火，耶和华也无伫火中，火了后有火，搁一轻的声。地动了后有火，耶和华也无伫火中，火了后有火，搁轻的声。列王记上19章12节。作者，咱来欢迎甲报告，请问今仔日有新来的朋友无？无，好，请拍开周报。消息报告。本会消息：今仔日下晡点半，本会牧师娘陈玉香、林嘉英姊妹受邀请参加大稻埕教会设教151周年纪念管风琴的音乐会，邀请众兄弟准时出席。每礼拜三下暗8点半有祈祷会。本礼拜的进度是到创世纪28章，请兄弟踊跃出席。第3、8月16日后礼拜台中丰东教会萧义军牧师因为着建堂的事工，前来本会正道募款。圣殿的建造的圣工，请大家关心大道，平凡心奉献。第4、8月23。联合礼拜是本会青年甲少年主日
由青少年团体共同来参与复赛。第五，亲子讲座听囝有妙方是管教的智慧。8月30日顶晡10:45到12:15邀请台湾社科院灵性咨商团队莅临分享即个讲座带领咱的家长来分析管教甲听法的界线，学习用听来同理咱的囝儿来掌握我讯息甲实用的正向沟通的秘诀美感行业20名，现场有哪有备办另外有儿童的照顾的课程，互咱会当安心来学习欢迎家长到1楼的公布栏填写，也是填写迄个Google 的表单踊跃报名。有相关的问题，请牧师娘来请问第六，8月30日下晡1点半要召开中职会，中职同工请准时出席。即届是要讨论野外礼拜事宜第七，9月5日顶晡的9点到12:10，台北中会传道部举办初阶的中职训练会，专题是建构团队侍奉伦理，伫个大洲行教会8月30日报名查址，请中职同工踊跃报名参加。第八，10月3日台北中会教社部举办年度净滩一日游活动的内容是要前往永安渔港，咱要去拼海捕爱地球。伫下晡参观观光工厂甲老街对今仔日开始报名这资料拢爱附上行业是40人报名请问牧师。第九，圣诞庆祝会今年要用特别的方式呈现，需要提前来设计，请要参与演出的单位对8月22号进前提供节目。报名请问陈芳玲芳玲姐。会计报告7月份收入470758块，支出301389块，计期169369块。11礼拜后1楼联谊沙发碰椅区是咱要接待新人的，请大家会当让座。团契消息，东升团契今仔日礼拜结束，台语堂礼拜煞，伫教会1楼要举行例会，主理是张玉嘉姊妹主题伫在爱中看见生命最美的样子，伫听当中看见生命上水的款式。第二，青少年团契8月15到16日是举办青少期举办灵修生活营，地点是宜兰的汉溪教会。第三，主日2，8月2日顶晡9点到下晡的6点举办东港灵修营，地点是咱的教会1楼，主题是建构导营的儿童主日2，以听为中心的团队。这是直播的课程欢迎有兴趣的会友会当共同参与。下晡是分享的时间，也有桌游。报名请问咱的苏茵茵校长报名期间自今日到后礼拜8月16查址。8月23是咱的双年团契甲儿童主日2联合举办乐龄玩桌游的活动。主日2下课了后，
双年团契例会时间拄好来做伙举办。活动的地点是伫个教会1楼，欢迎双年团契契友、主日学的家长、甲囡仔共同来参与会后有中昼顿小小问答的时间，今仔日咱伫个礼拜的中，咱有看到一寡主日学的学生到遮这是因的牧师咧甲因讲的课程咱转去会当甲咱的囝儿4岁甲因分享。基底相通，请大家家己看。接找见咱来吟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请起立吟全首。愿咱大家得到天父上帝的疼叹，圣囝耶稣基督一人代替阮众人，伫十字架顶牺牲救赎，留宝血洗清阮的罪过的恩典。圣神上帝提醒阮，虽往一个人，但是无孤单，互阮知影圣神正做阮的气力。上帝有特别的陪伴，互阮传福音报好消息，无论呢无摇带，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们。